歷代志下第19章，猶大王約沙法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，到宮裏去了。先見哈拿尼的兒子耶戶出來迎接約沙法王，對他說：你豈當幫助惡人，愛那恨惡耶和華的人呢？因此耶和華的憤怒臨到你。然而你還有善行，因你從國中除掉木偶，立定心意尋求神。約沙法住在耶路撒冷，以後又出巡民間，從別是巴直到以法蓮山地，引導民歸向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。又在猶大國中遍地的堅固城裏設立審判官，對他們說：你們辦事應當謹慎，因為你們判斷不是為人，乃是為耶和華。判斷的時候，他必與你們同在。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，謹慎辦事，因為耶和華我們的神沒有不義，不偏待人，也不受賄賂。約沙法從利未人和祭司並以色列族長中派定人，在耶路撒冷為耶和華判斷，聽民間的爭訟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約沙法囑咐他們說：你們當敬畏耶和華，忠心誠實辦事。住在各城裏你們的弟兄，若有爭訟的事來到你們這裏，或為流血，或犯律法、誡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你們要警戒他們，免得他們得罪耶和華，以致他的憤怒臨到你們和你們的弟兄。這樣行，你們就沒有罪了。凡屬耶和華的事，有大祭司亞瑪利雅管理你們；凡屬王的事，有猶大支派的族長以實瑪利的兒子西巴第雅管理你們。在你們面前有利未人作官長，你們應當壯膽辦事，願耶和華與善人同在。